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龍湖發展商金牌置業顧問阿 King。咁當代人咧，對於住宅嘅品質唔單止係有得住就 OK 噶啦。咁更多人咧，依家對於居住屬性有更高要求、更高品質嘅一個需求。咁今日帶大家嚟睇睇我哋湖心新城嘅天花板 Dream House 龍湖天欄。接下來跟隨我嘅腳步進入天欄，感受度假式園林、5星級會所以及超100%得房率嘅卸妝戶型。首先進入嚟咧，係我哋嘅前台接待廳，成個背景牆係我哋用海貝人工打磨手工貼做嘅。咁接待廳對出去咧，就係熱帶雨林4000尺嘅星光泳池，無邊際嘅設計配合鏡面水底，池邊咧仲做咗鎏金式嘅瀑布作為點綴，真係非常有意境啊！咁泳池咧都分為淺水區同埋深水區，中間仲有一個 SPA 嘅按摩區。唔使出門啊，就可以享受到度假 feel 啦。咁我哋成個會所咧係位於小區嘅 G1 層。咁成個小區咧，我哋做咗一個5米抬高嘅呢種設計，所以每戶業主咧，我哋都要乘坐 lift 上到小區嘅1樓。咁走入天欄咧，我哋係完全可以做到每年有景可睇，每季有花可賞嘅。首先睇到嘅係超64000尺嘅熱帶度假園林。複刻咗曼谷4季酒店嘅靈感，精選烏桕、鳳凰木等20幾種名貴樹木，而且係全冠移植嘅。咁喺泳池嘅旁邊咧，就係我哋會所嘅健身房。成個健身房都有配備到更衣區同埋沖涼房嘅。健身房嘅所有器械都係參照5星酒店嘅標準。咁你可以喺落班之餘或者休息嘅時間咧，鍛鍊下自己，強壯下自我，釋放下工作嘅壓力。咁喺健身房嘅後邊咧，就係我哋會所嘅兒童活動區同埋書吧啦。咁可以喺呢度同小朋友一齊玩下遊戲，一齊睇下書，培養下佢哋嘅閱讀能力啊。咁呢個後邊我哋仲有設備2個學習間，可以讓佢提升下自己嘅學習能力嘅。咁對於你咧，可以坐喺呢個窗邊，嘆下咖啡，享受下下晝嘅陽光。